来看有民众去中华的基督教病院产后护理之家做回来，这妈妈是指控讲，伊的查囝出世到今仔14天尔，也毋过伊的骹青哦，拢亲像去互烫着，拢红记记，大便哦更有花，质疑护理之家的照顾有疏失。也毋过病院是表示讲，经过检查发现讲，是食物中的卵白哦引起过敏性的肠癌炎，已经有做医疗小组来帮伊治疗咯。 查某婴的尻川红记记，有的所在阁出火，甚至放屎内面有火，家长是看甲真毋甘。中华一名姓温的小姐，顶个月26含拄出世的查某婴仔带入去中华基督教病院的产后护理之家，毋过婴仔的尻川煞红记记，甚至阁有血珠啊，即期这护理之家照顾甲出问题。血便，然后尿布疹很严重，他那个尿布疹是严重到你尿布 打开，它是肉会粘在尿布上面，那就应该要提早跟我们说，那你应该去看医生，而不是一直跟我说正常的，这样等于是延误就医。温小姐即期讲，顶个月2倍发现尻川开始扭皮，也随甲护理人员反映，毋过情形却是愈来愈严重。婴仔车衫也带入去病院的加护病房，敢若出44天尔，就爱安尼先甲接跋。毋过其他家长也表示，有可能是囡仔无法度适应食无啉，送病院确实也有拖着。 会觉得为什么没有早点讲，就不要到那么严重才处理这样。病院表示，已经有甲囡仔的检体送检，也讲这囡仔是过敏性直肠结肠炎的症状，是食物卵白素引起的，是肠仔食物过敏的一种反应，通常发生伫咧出世1礼拜到4礼拜以内。 我们也没有又用了什么抗生素啊，也没有什么药物，只是改变了一些牛奶的配方了以后，其实它这个方面就改善了。奶粉是不是有一些不适合宝宝的部分？因为有一些宝宝是有一些暂时性的乳糖不耐，或是所谓的牛奶蛋白过敏的状况，都有可能造成小朋友的肠胃道无法吸收或无法 去做一个处理的状况，他们就会造成严重的新生儿腹泻。医生表示，会引起肠仔过敏的原因，要厘清，也组成医疗团队进行照护。目前中华县卫生局也介入，看感受照顾了无妥当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